生也不会忘记你为国牺牲的精神。顾母，饥荒吗？我们的父母兄弟在吃草根树皮吗？吃草根树皮，如今连草根树皮都快吃光了，有的人饿得受不了，都在吃土呢。吃土，吃土，很多人都胀死了。人们饿得吃土，可是年年对吴国进贡的贡品一样都不能少。是啊，一样都不能少，简直都活不下去了。听说大王已经派文大夫和范大夫到吴国借粮来了。啊，范大夫来了？他什么时候来的？如今他在什么地方？我也不太清楚。他们来借粮的事，还是彭大夫告诉我的。彭大夫？哪个彭大夫？彭同彭大夫，有他武术的见解，预备投效在伯嚭府里做舍人。他说借粮的事全靠你了。靠我？是的，靠你。不是有文大夫跟范大夫他们吗？可是富察只听你一个人的话。你要记住，越国的百姓嗷嗷待哺，换句话说，你可以让他们死，也可以叫他们活。这密简是范大夫托他转给你的。贬弃伍子胥，相会姑苏台。是的，要吴王贬弃伍子胥，阅兵才能打进姑苏台。伍子胥是吴国的磐石，磐石动摇，吴国就会擒他。可是，希望你能全力对付此人。此人不除，雪耻无望。可是，富察
我们是越国人。是的，你要记住，我们是越国人。其实我们是越国人，这是无法改变的。那你们要我怎么样呢？杀伍子胥。我要夫差杀伍子胥，这是国家对你的要求。在王家对王早安。这密简是范大夫托他转给你的。卞气伍子胥相会姑苏台。是的。不会忘记你为国牺牲的精神。都不能少，简直都活不下去了。听说大王已经派文大夫和范大夫到吴国借粮来了。啊，范大夫来了。他什么时候来的？如今他在什么地方？我也不太清楚。他们来借粮的事，还是彭大夫告诉我的。彭大夫？哪个彭大夫？彭同彭大夫，有他武书的见解，预备投效在伯嚭府里做舍人。他说，借粮的事全靠你了。靠我？是的，靠你。不是有文大夫跟范大夫他们吗？可是故永生也不会忘记你为国牺牲的精神。故
件事